上兩集呢，就介紹咗去大理上山玩下滑車，同埋去洱海踩單車玩電動車，仲有介紹咗兩個古鎮，大理古城同喜洲古鎮。今集就繼續講離開大理前往麗江途中，如果大家坐高鐵呢，就記住坐左手面，因為呢就會見到左手面有個洱海湖啦。去到麗江站呢，喺暑假同假期嘅時候呢，係非常多遊客嘅。我哋第一個景點呢，就係去束河古鎮，亦都係我今次去4個古鎮裏面呢，就比較喜歡嘅一個，因為呢商業味道係最低，亦都呢係比較安靜，同埋個環境好舒適，河道呢亦都係寬闊。喺束河古鎮亦都見到唔少佈置得好靚嘅咖啡店，好多影相拍片打卡位。有時間可以去散下步，同埋都見到有紮染東巴造紙等親子手作體驗。等我補充返資料，麗江其實就係位於雲南嘅西北，納西族嘅聚居地，同時擁有世界文化自然記憶3大遺產：古城流水、古漢搭配玉龍雪山、南湖人民與自然兼備，係親子漫遊嘅勝地。最主要呢，就有2大古鎮，麗江古城同埋束河古鎮。夏天呢，就氣溫舒適涼爽，日頭可以遊雪山湖泊，傍晚呢，就逛古鎮食小食，體驗東巴手工，適合一家人放慢腳步，感受高原獨特風情。到傍晚，我哋就去咗一間網紅嘅餐廳，主打融合雲南菜，淨係睇個裝修呢，都值回票價。我哋一家4口呢，喺美團點咗一個甜菜料理雙人餐，份量好足夠，有4道菜。第一，手工氣球洋芋雞；第二，普洱茶油條釀蝦泥；第三，檸糖雞翼。好，最後就係牛肝菌牛舌飯。呢個好似油炸鬼嘅東西。裏面係有蝦嘅。OK， 牛舌牛肝菌。呢個係咩酸辣雞翼啊？呢個氣球洋芋雞啊！類似片皮鴨啊喂。呢個氣球洋芋雞篤爆咗之後，就變成咁樣，好似一個向日葵啊！食完飯之後，我哋都行一陣。咁其實你可以攞個 World Map，你試過 World Map。
喺束河古鎮呢，見到有幾間好大型嘅婚紗公司，亦都有啲好特色嘅民宿。到第二朝早，我哋就出發去玉龍雪山啦。雲燦坪、牦牛坪呢，一定要提早買飛，當日係一定冇位嘅。而呢幾個地方3000幾米海拔嘅。今次我哋就決定淨係玩山腳嘅南越谷。南越谷嘅海拔呢都有2900米，嗰度最出名就係佢哋嘅湖水獨特嘅 Tiffany Blue 顏色。當雪山冰川融水之後，呢啲水呢就會流落嚟呢個湖。南越谷裡面嘅玉翼湖、鏡潭湖、南越湖、聽濤湖、金光燦爛徐小鳳。大家可以沿木棧道緩步漫遊。呢度影相啦！玉龍雪山，而家係晏晝幾點啊？3點，好多雲都散咗啦，差唔多見到個頂。喺南越谷逗留咗超過4個鐘，影下相、玩航拍、食下雪糕，我哋就回程啦。喺玉龍雪山遊客區有一架公共巴士101雪山專線，就會直接返去麗江古城嘅。費用呢都只係15蚊人民幣一個人。好快我哋就去到麗江古城。麗江古城又名大賢古城，世界文化遺產5A 景區，建於宋朝，昔日茶馬古道重鎮，全城都係冇城牆嘅。雪山融水貫穿街巷，出名嘅景點呢有大水車，係古城入口地標；四方街、古城中心廣場旁，周邊滿佈小吃攤。不過因為呢晚係星期日晚，所以係非常多遊客，部分地方更加要實施人流管制，周圍大家都聽到廣播。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！變咗個美團。簡單介紹一下我哋喺束河古鎮附近嘅民宿，間房有2層嘅，地下就係客廳啦，
沿住呢條會發光嘅旋轉樓梯呢，喺夜晚嘅時候，你踏上去第一步呢，佢就會跟住你嘅腳步逐級逐級咁着燈啦。樓上有洗手間、浴室、洗衣機、兒童嬉戲區、一個大衣櫃、2張大床，左手邊有個天窗。當日頭打開窗簾嘅時候呢，就會望出去見到興建中嘅新麗江博物館。而頭先提到嘅天窗，如果喺夜晚開嘅時候呢，就仲會望到星星添嘅。好啦，嚟到呢個世界文化遺產麗江古城最出名嘅大水車。到第二朝一早，趁唔係好多人嘅時候，我就再去一次麗江古城。好靚，水流。呢個時候人少，所以先特別影到相。世界文化遺產麗江古城，即係同以前相比呢，而家嘅古城呢就現代化咗啦，裝備啊配套好咗啦，多咗啲美團啲叉電器啊、超級快充啊。但係落雨天呢，大家要留意呢啲路面係幾濕滑嘅。仲有啊，而家多咗好多美宜街啊！唔知點解喺大理同埋麗江呢都見到好多美宜街。以前嘅麗江古城呢，就多人賣茶葉啊，不過而家又多咗好多鮮花餅啊。咁啊，同以前一樣啦，都係好多攝影啦、旅拍啦、拍婚紗照咁啦。不過條河咧，比以前好似冇，即係以前乾淨啲喎，感覺上面。而家就多咗呢啲打卡位啦。咁啊，條路咧都係有少少凹凸不平嘅。即係大家都要行路要小心啲，特別小朋友、老人家嚇。琴日細佬爭啲拗柴啊！有微風、微雨。但係而家幾寧靜。四方街啊！一陣間我哋行上去。蜜雪冰城啊！真係去到邊度都見到佢啊！蜜雪冰城，哇！見到人住古城內嘅民宿，拖喼真係辛苦。啲路凹凹凸凸，唉，來都來了啊！古城一啲都唔古舊，呢間叫兩隻貓咖啡，但係見到係兩隻狗喎，唉，好靚啊個景，望住萬古樓，繼續上前行200米，獅子山景區。我嚟到獅子山景區，獅子山啊，唔係香港嗰個。哇！但係呢個咧，如果要再上咧，就俾錢嘅，同埋咧佢係9點先開，9點先開。咁再上去咧就話應該睇到呢個麗江嘅全景。咁啊而家
喺呢個位嗰度。好啦，落返山啦，8點幾，呢啲咖啡廳多咗好多呢啲咖啡廳。坐喺度，一種幾超下嘅。東巴文式認字牆，個譯文係咩啊？麗江古城最怕火，重視防火是關鍵。麗江古城消防栓。喂，呢個過癮喎，猜字壁喎。有個情字、陰字，有個酒字，茶同酒啊差唔多啊。跟住呢啲唔識喎，呢啲有個螺，有個金，有啲有字，有啲啊冇字。呢個咩字啊？好似隻眼咁。祭祖，羊，蛇啊！呢個好明顯。馬啦，呢個上面嗰隻係咩？龍啊！呢個係石。冇啊！簡單，蛙、蛇、鹿、鴨、雪啊、房、窗、舞、日、山、風、火、月、鳥、雞，咩字啊？羊啊、花，猜字壁。終於去到行程尾聲啦！第7日我哋一早就由麗江搭高鐵返昆明，感覺有啲似春運啊！而去到昆明站呢，我哋亦都趁落大雨之前就即刻打車直接去機場。到達昆明收費站。雲南呢機場同埋啲餐廳周圍咧都佈置得好靚嘅。好多花。嚟到昆明機場，上機前食呢個遲咗嘅午餐。啲餸菜好得意喎，呢度叫雲南花開鮮花廚房。如果大家都鍾意我今次嘅介紹，就請點讚、留言同訂閱我嘅頻道 B 亮波亮遊。拜拜。